各位线顶的好朋友，甲咱4位演讲者，大家平安。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吴玉金。今仔日咱这场是和大文博览会和打高台语文促进协会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高雄文学馆甲咱现代台语师资班合办，真欢喜伫线顶看到大家伫咧遮聚会来听这场讲座。好啊，伫咱讲座要起稿之前，我先来甲大家报咱台文博览会刷落来活动。好，咱台文博览会长期拢有咧催促讲台语写台文啊，伫咧这边大家当看到一个 QR code，QR code。大家用手机啊翕入去，就会当看到咱相关的资讯，有开讲会，有读册会，有台语文的课程。像咱逐个月拢有举办台语开讲会，这个台语开讲会是邀请大家同齐来讲台语啊。若是咱有趣味用要甲大家专业用台语来分享给大家，就会当。用手机啊扫倒手边这个报名分享来做分享人，咱逐个月拢会安排3位分享人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是讲咱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要来听大家讲过，还是讲要来甲大家开讲，就用手机啊翕手边的这个 QR code， 就会当来报名参加。除了开讲会，咱嘛长期拢有在举办读册会，倒手边的这个是台湾文学读册会。这个读册会，目前在读陈明仁先阿仁先的作品。啊，正手边的这个读册会是找台语读册会，目前在读白话字的文献。除了台文博览会家己的活动，咱嘛有含叙述的老台语叙述台语社这边合办的下5个读册会，有台湾念歌读册会、陈雷甲陈明仁的台语文学读册会、话本的读册会甲俗语的读册会。这个相关的资讯，请大家会当去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因的卖种页看卖。好，过来就是咱长期嘛有在举办台语的课程。这个课程除了有教大家捌字这个台语罗马字读写班，啊，还有就是为着咱，为着咱有优质需要认证考试的这个全面台语认证的加强班。好。啊，咱后期按算伫10月的时阵会开这2个课，啊，就是邀请大家同齐来学读写台语文，吼啊，若是相关的资讯，就是要会当报名的时阵，请大家去咱台文博览会的卖种页再看相关的资讯。好啊，过来要报大家知影2个好用的家私，一个是咱手机内底会拍台语。啊，一个是咱线顶有一个足好用的书店，就是找台语书店。啊，这2个好用的家私是事实就是咱读写台语文定着会使用到的好家私。啊，毋过这家私有真侪美感，就是毋是人人拢知。好，所摆就是邀请大家来听咱台文家私面的创办人吴希美先生来甲大家绍解找台语甲拍台语。后一摆的讲座的时间是安排伫8月19。台湾时间暗时8点到10点半，好，邀请大家同齐来参加。好，以上是咱台文博览会刷落来的活动啊。咱今仔日时间无济，就有4位讲者拢准备足侪精彩的内容。好，咱若是讲头前这边台文博览会的活动，若有无对着的，我落尾阁会放送一摆，好，大家毋免紧张。好，啊，咱今仔即马就紧来，咱今仔日的讲座要来起稿。好，咱今仔日的主题是陈雷甲1990年代海外台语文运动的起稿。这个讲座是咱台文博览会2024年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后半档的头一场。咱顶半档是要带咱熟悉陈明仁阿仁先逐个月拢有安排讲座，刷落来逐个月。嘛是安排一场讲座拢是甲陈雷先生有关系。陈雷先生是啥人？陈雷先大家应该较熟悉的是陈雷先作家的这个身份。大家拢知影讲，先生的作品就是量真丰富，题材嘛真多元。先生互人学老讲是天生的作家，伊的小说的作品嘛是互人学老做是小说的路关牌。
先诶作品嘛是咱讨论台湾认同诶时阵一定会读到诶，最有代表性诶著作。毋过毋知影大家敢知影讲，其实伫海外台语文运动诶即个部分，咱陈瑞生嘛是最要紧诶一个灵魂诶人物。好，咱若要讲海外诶台语文运动，定定会讲到一本最要紧诶刊物，就是《台湾通信》。台湾通信伫1991年创刊，伫南加州美国的南加州创刊，一直到2011年刷起台湾进前，伫北美这20档的时间，内底有9档是伫美国编辑，其他的11档拢是伫 Toronto 的编辑小组来换这个编辑的时间。嘿，这个刊物会当维持这么久的时间，事实在背后，就是有一阵艰辛要行台语路，艰辛要为台语文打拼的一阵成败。好，因为台文班到 Toronto 的台文通信读者联谊会，一直到 Toronto 台文通信的编辑小组，好，这三个组织背后，拢有一个最要紧的灵魂人物，就是咱今仔日主角陈瑞生。好，咱今仔日第一位的演讲者是陈良光先生。良光兄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台文通信的创刊，甲和陈瑞生的因缘。所来第二位演讲者是狄秀婉小姐，秀婉姐要来甲咱分享 Toronto 台文班成立这个头尾，还有 Toronto 这边台语文的活动。好，咱第三位演讲者是苏正贤先生。正贤兄要来甲咱分享 Toronto 台文通信编辑小组的事工，偌久会聚会一摆，还是讲伫咧这11档内底有啥物新鲜的故事，还是有拄着啥物款的困难？咱伫第三部分拢会甲大家拢会请正贤兄大家小解才会过去。好，落尾就是咱今仔日的主角陈瑞生。陈瑞生要来甲咱讲，伊行台语文运动这40档的一寡感想，也佫有对咱未来的愿望。好，即马阮就要来开始。阮啥物拢无，阮所有的只是一粒疼台湾的心，甲一个毋肯放弃的信念。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这是咱第一位演讲者陈良光先生所写。咱即马就把时间交互良光兄，良光兄，请。大家平安。想袂到30几年前写的一篇迄个伫台文通是发刊书吼，今仔日佫听到一个可能比我减30岁以上的一个少年妈妈吼来读这段来引用这句吼，互我感觉讲特别有迄个感觉啦吼。好，我即摆我来开始吼，我的投影片吼，有看到吼？好。有。安尼，咱先来看这张图啦吼。这张图啦，咱看到啥物款？咱看到一篇手稿啦吼，这本册吼，这本册吼的封面伊嘛无挂名啦吼。咱要看这本手稿是啥物人写的，拢总有几页。可能咱即马咱的讲话无方便啦吼。正面这是啥物款？正面迄个安尼有小可，迄是来印刷机吼。迄是算做讲即个巴克咧，咱台湾人诶第一台印刷机吼。这本手稿吼，是我伫差不多台文通信在第5期、第6期迄阵吼。为即个公论报遐看到有一位作者叫做陈瑞光吼，伊用台文咧写，我就主动拍电话互伊，去甲公论报讨电话，直接拍互陈瑞吼，较知影讲伊原来伊是一个即个家庭医生吼，本名叫做吴景如啦吼，还没讲真投机吼，想袂到讲安尼。过无几工，我就收到这本册，即30几年我收到这本册，收到了，我即摆搁咧上班啊，我收到了吼，说怎？
看咧煞怎规本看啊强要了吼。啊，迄当时阮拢毋捌见过面吼。啊，我嘛无互相交换过讲这台文要安怎写诶代志。啊，毋过阮咧写诶用字吼，拢不止啊接近啦吼。啊，咱来想象讲，迄当时咱即个90年代诶即个台文诶处境是，迄阵也是有人用足侪，检测有较侪人是用中文来咧讨论讲，哦，这台文要哪写，要哪标准化，要哪吼。啊，毋过实际上用台文开始写诶吼，我看镜头算算诶吼，无偌济人啦吼。所以迄阵也是差不多咱诶处境就是安尼啦吼。啊，即张图吼，我是爱甲伊讲，这是吼，咱是安尼。虽然咱这真黑暗啦吼，但是咱抑阁有光啦吼。啊，若要讲即个咱即个台语文运动诶精神是虾米款吼？我想是咱即个足侪伫即个草根诶无名英雄吼，啊，伫海内外吼，啊，咱现在是拢同步咧进行嘛。就是讲伫90年代迄阵啊，会使讲吼，迄阵啊拄啊戒严开始嘛，拄啊戒严嘛吼。啊，所以社会迄款诶社会力足强吼，啊，所以伫迄个台湾文艺啦吼，啊，伫即个台湾即个迄本叫做啥物？台湾文学还是啥物款吼，拢开始有人咧注重即个议题吼，台语文诶议题，吼，啊，所以会使讲迄阵也是同齐伫遐咧进行啦，吼，啊，是会使讲伫无共款诶人，爱做无款诶代志，啊，有诚好诶分工啦，吼。我是来定位讲，我爱安尼甲想啦吼，就是讲咱逐个台语文运动吼，毋是一个文字化诶运动啦，吼，是一个咱做伙来咧找台湾民族灵魂诶一个运动吼。啊，虽然真黑暗，毋过咱抑阁有一个愿望吼。啊，我是一个基督教诶信徒吼，啊，所以我是用即句话吼。来家己咧自我勉励吼，就是讲要发诶灯火，伊无拍熄吼，就是讲虽然安尼咱即把即个香火吼，啊细拍啊强要发去吼，但是咱爱有愿望吼，还是上帝会互咱快乐吼，所以咱爱求行咱着家己诶代志做好。我先来讲，迄阵啊，1991年咱差不多台文吼，有咧使用台语文诶迄个处境啦吼，还是讲台语文化诶处境是啥物款吼？啊，咱来看即个史图遮吼，1969年吼，差不多4月、5月迄阵啊吼，国民党禁止罗马字吼，所以递到即个咱台湾人诶第一份报纸《教会公报》吼，去教会报停刊。啊，伊个差不多差不多是年底啦，吼，年底69年年底诶时阵，伊搁复刊，啊，但迄个改用中文去安尼吼，啊，所以我是来写做1970年，安尼较好记啦，吼。搁落来吼，一位陈明雄先生，哦，毋是1977年吼，过7年啦，吼。台湾语文月报创刊吼，佮过7年吼，即个加拿大有一位陈明雄先生，个是下面牵手诶款吼，做伙出版一本叫做《来学台语》吼。啊来，佮过7年吼，佮伫即个伫洛杉矶诶所在，咱佮创立即个台湾通信安尼吼。啊，台湾通信即个名吼，煞互台湾变做是一个专有名词吼，来代表台语白话文啦吼。啊，毋过吼，后来吼，有一寡台湾文学嘛会自称讲台文，所以嘛台文咧讲台文可能两种意义啦吼。有诶人会讲台文就是台湾诶台语诶白话文，啊有诶人是讲台文是台湾文学啦吼。当然，即个中间我是用北美诶即个视角来咧看吼，啊，伫同时间我想日本伫台湾吼，拢有人伫遐真骨力咧做啦吼。
道明这是即个教会公布迄阵啊的形式吼，即张图吼。来吼，我想嘛要讲到即个咱的台语运动的开始吼，咱袂使去无讲到即个台语电脑啦吼。正平即张相吼，是即个台湾通信第三期吼，出版的时间是1991年9月初1吼。伊即个输入法吼，是一个真简单来讲，用即卖的即个电脑技术来讲吼，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输入法吼。伊号做 TW301吼，台语输入法。我咧准备即个演讲的时候，我咧也想讲吼，迄阵郑良伟教授，伊是安怎甲伊号做 TW301啦吼？我一直即摆要甲问，可能伊嘛讲袂出来吼。我伫咧问讲，迄阵伊大概是安怎号做 TW301？所以我是甲伊想象讲吼，你的头壳内可能讲这是第三波的咱的一个台语运动啦吼。你的立场，我相信伊会安尼想讲，咱若是即个教会报吼，创刊互咱台湾人的第一份报纸，迄是第一阶段吼。第二阶段吼，我想伊的视觉内面，伊会想讲1977年吼，迄个创刊的即个台湾语文汇报吼，伊参与份的一个报纸吼，应该是第二阶段啦吼。所以伊即摆伊咧期待一个有第三波的一个阶段吼，就是讲台文已经会当进入去资讯化吼，这是第三波啦吼。希望咱即摆搁落去，咱有第四波吼，咱个来有讲即个自媒体啦吼，即个台语 AI 才可能进入去一个第四阶段吼。即个输入法简单讲啦吼，我想是我讲一个较紧的啦吼，是讲若无即个输入法吼，就袂有台文习作会啦。因为足侪人开始学即个输入法了，伊本地无咧写文章的啊，即摆开始有咧学即个输入法了，伊用台语来去思考，想着啥物伊就甲拍入去，就台文就走出来吼，所以伊会使讲是台文习作会的老母啦吼。学即个台文输入法吼，会当帮助罗马字的学习吼，佫会当改咱台语的发音吼。像我即下呢，我的台语音嘛足侪去互华语救过去，开始搁咧学拍，用即个台语输入法来拍了后，较慢慢来讲，原来咱的音无正确安尼吼。当然，一个足重要的效果就是讲，伊会当帮助咱用台语思考来写作啦吼。我有一个疑问啦吼，就是讲咱即摆有一寡台文吼。一寡台文诗吼，毋过伊咧写诶时阵，伊若用即个中国话去想，用注音符号来甲写，写汉字出来，迄种诶诗敢是台文吼？先看觅吼。来，即篇文章我感觉讲会使讲是真重要啦吼。迄当时是拄好，郑良伟教授。伊是住伫校外咧教册嘛吼，伊要去考内哦参加一场迄个叫啥？迄场会叫做北美洲吼，叫做北美洲汉语语言会议吼。伊伫遐要发表一个叫做台语同词甲听声吼，有关台湾话的文化啦吼，所以。我就邀请伊来即个台文习作会，来做一场演讲啦吼。伊的演讲有甲伊整理伫遮吼，所以咱若有趣味要去看，会当去看台文通信迄个第二期吼，第3页啦吼。我甲伊的即篇内容吼，我小可伫遮讲一下啦吼。
主要内容吼。就是讲，伫迄当时就是讲，伫解严以后了吼，差不多是1990年的初期800年的迄个芦尾手吼，迄个台语文的发展有啥物款有利的社会条件啦吼？伊讲第一啦吼，伊讲民主化的潮流吼，会互即个民众对即个平等的权利会有觉醒啦吼。啊，即点咱会当大家想看觅，伊讲的，咱即马30冬过去了，敢确实是安尼啦吼。啊，第二个有利的社会条件是讲本土意识提升社会对台湾历史、台湾经验开始重视啊，咱嘛当来想看觅啊30几冬后了敢真正是安尼还是讲可能有，但抑阁无够额，会当大家来想看觅第三点即点可能较无争议啦就是讲迄个影音设备够普及即点确实是安尼像讲咱今仔日会当透过即个 Google Meet 而且大家做伙来想咱的即个台语文的问题即点咱无争议啦啊，第四点伊是讲现代行为科学的发达，对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啊，无有对文化、经济、教育机会、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受确认啦啊，即点检查是伫即个现代语言学可能是学界安尼可能是有影啦啊，不过一般的即个社会民众敢有去明捌着遮这咱会当来讨论啦啊，第五点就是讲台湾海洋文化的特色受肯定啊，这咱嘛会当即嘛若要去讲，咱嘛会当去讲足济啦所以检采是有影，但是检采别人嘛有对即个现象有无共款的看法啊，来伊讲着讲，即个咱台语文的发展有啥物阻碍因素咱来想着讲，这是30几年前的情形啦伊讲中小学生袂晓讲台语的比例真悬即点是愈来愈惨啦啊，台语文化面临灭种的危机伊是30几年前伊就观察着遮啊，我想这到今我是感觉伊的30几年前的语言实在是足对啦实际上伊嘛有写一本册叫做《即个台湾话即个灭种的即个镜头》啊，伊讲伊迄阵伊当时佫讲即个大趋势敢会改变啦啊，即来看讲台文敢有普及化，就像台语的文字敢有普及化啊，第二点就是讲，这学校敢有正规化的台语教育啊，即点咱来甲看，咱学校咱即摆开始有一礼拜一节，啊，这敢是伊咧所讲的正规化的台语教育咱就当来想看觅啊，伊迄阵也是知影讲即个情势可能是无乐观啦伊讲即个国民党的保守分子，佮掌握着即个教育媒体啊，即嘛换政党咱的教育媒体、教育和媒体，敢抑阁是伫掌握伫即个保守分子的执政党这咱嘛是足侪讨论的空间啊，第二点，伊讲迄当时在野党的资源相对足有限啊，无迄个气力人去顾语言的问题啊，第三点伊讲咱台语文运动的力量过头分散，甚至互相对抗啦我想即点到今抑阁是有即种的现象，咱有较团结啦比较早大家无联络，咱是有较团结淡薄但是我想是抑阁无够团结啦伊讲是安怎伊讲有3点原因啦我第一点原因就是讲咱普遍咱无去了解台文的历史传统啊，第二点伊是讲即个咱普遍欠缺现代语言学的知识啊，第三点是讲对组织分工的合作无够经验啊，来台湾人
毋捌有家己制定教育政策的机会，咱无共同文化无共同的文化教育的经验啦吼。我相信文化教育经验，伊是咧讲国民教育啦吼。这每一个题目吼，拢值得咱过来想安尼吼。伊个指出讲咱台湾吼，内要台湾语内要发展吼，爱有几个要点爱做吼。政策面吼，正像咱即马有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而且敢有够吼？介大声伊提出的是台湾语言平等法吼，即马一直调到变做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吼。伊讲咱台湾的媒体吼，介少吼爱有1/3的台文啦吼。但是咱即马看台湾的媒体平面的版面吼，可能是 0啦吼，可能是无半篇台文吼。梁哥兄歹势，甲你提醒者，就是咱5分钟。好，不要紧。我知影我今仔日准备的资料有较济吼，咱可能讲袂了吼，所以不要紧，我会甲迄个 slide 吼，送互大家。咱嘛有即个 video 吼，我会请即个地点吼来分享互大家吼。伊讲着爱有台语的电视节目吼。咱爱幼稚园开始吼，咱就爱有即个台语的即个正规的台语文教育吼，当然爱有即个台语文学吼，咱台语文学即部分，咱可能是发展了袂歹啦吼。咱爱有即个台语的研究机构吼，咱即摆搁咧等吼，等讲即个是毋是讲咱的即个语言中心吼，会当设立吼，国家设立的语言中心会当设立。现代语言它的知识到底是包括啥物款呢？吼，有阅读心理，有教学法，吼，还有教材编写法，还有语法、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国际语言政策比较、双语能力，等，咱即马我想这抑阁是真严重啦，就是讲台湾社会中国语文的传统的保护抑阁足重啦，所以袂当讲了伤久，咱个开始所以就是伫即个情景的中间迄是迄当时台湾通信发刊的即情景的时阵，咱设即个台湾通信的宗旨啦，所以是即个发刊词咱有定差不多。若讲按即篇就是讲按会徽讲起啦，用即个会徽来做讲，咱到底即份刊物咱有啥物款任务啦，第一个任务就是讲咱爱有即个要传即个咱台湾文化乡会嘛，第二就是讲咱希望会当成做一个桥，互人会当来即个无共款的即个。台语文运动的这研究者会当来做伙交流第三，咱是希望讲这份刊物会当提供一个参与其实这点我想是有做到啦虽然毋是讲足济，毋过足济人第一遍写台文是伫台湾通信刊的啦第四个功用就是讲咱会当来做这个提供一个舞台台语文化呢这是乡会才开始这咱讲台湾，足侪人讲台湾人无文字你甲看伫迄个咱西拉雅的文字这个是马太福音倒边是荷兰语正边是迄个新港文所以讲，若讲台湾如果无文字迄实是伊是敢是西拉雅嘛是咱台湾人嘛这是即个新港文书的地契即种文字继续用伫清国时代继续用要到150档以上所以咱来想象讲，你荷兰人了，伊开始用这新港文，经过迄个郑成功的时代，佮经过清国的打暗佮会当继续用150档而且一个语言会当发展到变做法律语言有咧用迄嘛毋是讲简单啦
咱的香火，咱要传承香火，就是讲吼，你这是这台南的新人医的一个纪念馆吼，一个纪念1885年府城的教会报吼。这是咱台湾人的印刷机。咱时间到啊吼。对，时间差不多。嘿，感谢刘公兄来分享嘿这个故事。好，安尼吼，我今日就到遮吼。感谢梁公兄，梁公兄拄则咧讲即个30当前，中学甲小学的学生，拢无咧讲台语文。其实我就是迄当阵的迄个囡仔。我即马会当行转来即条路，其实就是咱遮的先进，甲遮的台湾文化、台湾语文的即个香火，继续甲延续落去。咱今仔日才袂伫转来台湾，咱即马黄失明，搁黄失明吧。咱遮即阵人才袂伫伫咧要走找台湾运动的即条路失路，若是无先摆才会拍拼，咱可能搁毋知伫倒位，袂当行转来即条路，实在是足感谢梁公兄，搁有尤其是陈良伟先生，我逐摆看到陈良伟先生所做的代志，就感觉有足侪代志搁要继续拍拼。好，咱即马要来甲海外台语文运动的即个舞台，为美国的南加州刷来到加拿大的 Toronto。好，咱第一位在 Toronto 这边第一位要来甲咱分享的是刘秀曼小姐。秀曼姐是1990年离开故乡来到 Toronto。原本拢讲中国话，1995年参加 Toronto 的台文班，才熟悉台语文。捌做 Toronto 台文通信的总编辑，嘛有负责 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2021年起有参与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逐摆的筹备甲进行。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互小班子来甲咱分享 Toronto 的台文班成立的头尾，搁有咱 Toronto 这边的台语文的活动。小班子，请。多谢个Kim吼，大家好吼，我是秀婉。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要讲单位甲1990年代的海外台语文运动，特别是甲台湾通信相关的这一部分吼。我要对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讲起，因为即马回头来看吼，阮的小故事嘛是后来成就台湾通信的一部分。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吼，原本叫做台文班。台文班是安怎起头的？是安怎会有一个台文班吼？因为应该对Toronto 台湾联合教会讲起吼，这是一间台语教会，用台语来做礼拜。伊的启应文伊的信息足侪拢是有罗马字。会友内底有少数，特别是长辈。因拢会晓看白话字，读全白话字的圣经，但是大部分的会友吼，拢会晓讲台语，但是拢袂晓读。所以教会有时就会开罗马字教学的课，由资深的会友来教。但是伫1994年这边呢，因为有人知影咱东乡中间单位有在写台文，就特别请单位来教。伊每礼拜吼，伊拢爱驶1点外钟久的车，对 Hamilton 来 Toronto 甲大家上课。所以这是1994年吼。后来因为教会的活动总是有结束的时，大家想要继续这个台语文的课程，所以阮就正式成立台文班。老师由原是单位，上课的地点就改去正恒兄因的厝。伫遐上课吼，阮伫正恒兄因兜上课，差不多有8-9年的时间。后来佫刷去叶国基的厝。阮是1个月住一摆。上课的人数吼愈来愈侪。可能大家爱注意讲，阮Toronto吼是会结冰落雪的所在，冬天是真寒。但是呢，阮上课的人数吼，对一般就是教会会友，到后来一寡同乡嘛拢有来参与吼。1996年，阮佫改名叫做 Toronto
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因为迄时阵我相信伫台湾嘛有足侪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会成立吼。啊，阮的目标就是讲，会当招较侪人做伙来学台文，啊，培养师资。另外，就是大家鼓励大家写文章，投稿台湾通信，啊嘛参与翻译，啊是推广的工课。啊，这是阮上课的内容吼。我想大家小可看一下吼，就是我想我无要念啦吼，大家安尼看就会使。啊，这就是阮伫正恒遐因厝咧上课的情形吼。我会记得因兜有一个足大的乒乓桌啊。啊，阮差不多，阮就是拢伫迄个乒乓桌啊，当做阮的上课，啊，伫遐甲逐个月咧上课吼。啊，这是后来阮刷去叶国基因兜，啊，这我会记迄一日拄啊有电视公司来甲阮采访，啊，所以阮有留落来即张相吼。啊，这是阮每一年就是 Christmas 啊是。新年的时阵吼，阮就拢会办年会，啊办年会，阮会有主餐，啊阮的目的就是邀请搁较侪人来参与阮的台文班，对同乡内底希望会当吸收搁较侪人吼，啊这是2005年的年会，我会记得这是伫吴医师的厝吼，啊这阮伫年会时阵吼，阮会鼓励大家。写诗，啊，早你的诗，啊是短短的文章，啊来读互大家听，吼，啊这嘛是伫单位的厝，啊，所以我即马要讲阮伫社区扮演的角色，因为阮台文班嘛是算做Toronto一个社团啦，吼，那阮伫遮搭，阮尽量参与同乡会，包括伊的刊物、伊的暗会，啊，搁有迄顶我会讲起的家大会、甲228纪念会。啊，个阮办的演讲甲教学吼，啊，这就是阮 Toronto 诶迄个同乡会，阮有一个刊物叫做 Together， 啊，伫即个刊物，阮拢有一个专栏叫做母语园地，啊，阮就开始有看单位的文章、单位的小说，啊，这是伫阮暗会吼，就是讲阮的母亲节，啊是过年的时阵，阮就有暗会。啊，这是1996年的暗会，阮去演有耳无喙，吼，这是母亲节的暗会。啊，这是1997年，啊，阮嘛是演单位写的戏剧，叫做《阿甘伯啊要选戏》。啊，即遍吼是阮做伙去念台语诗，我会记得即遍吼真轰动啊！因为一般人拢是合唱团上台去唱歌，啊，但是阮是台文班的学员吼，去台下顶念诗，啊，阮有背景音乐吼，就是轻音乐，啊，你有看有一个指挥吼，即位指挥就是陈瑞生吼，伊就安尼指挥，啊，所以可能毋捌有人有即种的表演的方式，所以阮迄边有一点仔。感觉大家感觉真特别、真轰动吼。啊，除了大人演戏，阮嘛招囡仔做伙来演戏吼。啊，这是2004年20当前啦。啊，即3个囡仔即马拢已经拢足大汉啦吼。啊，这是迄个中间吼有一寡较重要的代志。啊，特别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台湾通信的编辑吼，刷来 Toronto。啊，即部分吼，我想正个遐较顶爱讲，所以我就无要详细讲，但是我有一点的说明，就是讲，阮的编辑组的成员吼，阮拢是义工，阮逐日吼，阮伫时拢爱上班，啊有家己的工课爱做，所以阮拢毋是专业的台语文的工作者。这部分留互正恒遐来说明。啊，另外就是讲，2004年，阮把阮个改名吼，改做 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因为改这个名感觉较正式淡薄，比读者联谊会较正式，啊方便对外来推广台语文。啊，另外就是讲，阮伫这个中心的下骹，阮就有设台文通信的编辑组。啊，另外就是台文班的继续台语教学，啊，搁参与社区的活动。
这是加大会吼，加大会就是加拿大台湾同乡会啦吼。伊每一冬的热天拢会举办年会，就亲像美国的夏令会相共。这是1995年加大会有一个刊物叫做《怀念台湾》。阮有找着讲1995年伫即个刊物，阮就已经有刊单类的文章。这是1996年的加大会，伊的手册，阮去查着迄个手册呢，阮迄年呢，阮就有邀请台湾讲者来举办演讲吼。阮邀请的是陈雷，阁有陈明仁、陈鸿辉，阁廖水明教授。这是2001年的加大会，因为迄年呢，拄好是台湾通信10周年的纪念会，所以阮就有除了加大会了后，加大会进行的同时，阮就阁有举行台湾通信10周年的庆祝会。我即张相吼，我会记起迄是暗会了。阮讲台湾通信工作人员爱开会，所以伫一个房间开会，开到已经我会记起已经超过12点啊，足忝诶，逐个拢要转去困。但是有一项讲咱来翕一张相，所以阮就翕一张相。结果我感觉即张相做有历史诶价值，因为其中有3位吼，包括黄成凤医师、陈成协博士甲黄金球先生，伊拢已经离开吼。这是迄阵10周年诶纪念相片。这是我看即张相片，就是要互恁看即个台仔顶吼，咱有写台湾通信10周年庆祝晚会。即位小姐就是陈鸿辉吼，伊是来遮表演，伊来唱歌啦吼。这是共迄年吼，因为咱嘛有邀请吴忠祥先生来演讲，因为伊迄阵伊拄创造台湾的文革。除了10周年，其他的加大会，阮嘛拢尽量就是讲，甲摆台语相关的节目。这是2008年，迄个郑恒兄伊的介绍台语文的电脑应用。个2016年的时阵，阮有邀请 Pittsburgh 的吴明祥先生，伊来阮的年会来介绍伊的台语小说，叫做《相思线》吼。拄则讲到加大会，即摆讲世大会，因为拄世大会2006年的时阵伫托伦多举办，迄当嘛拄好是台湾通信15年，所以阮嘛伫世大会的时阵，阮同时就庆祝台湾通信15岁吼。阮嘛伫即个会内底有安插真济甲台语相关的演讲，这是从福主医师来讲母语甲建国的关系。另外嘛，请单位分享台语文学的滋味。这是迄当阮的台语文工作者吼，做伙翕的一张相。另外吼，因为我就是1995年吼28纪念会有邀请台文班阮有伫遐演一出戏，就是单位用228的故事吼的背景写的一个剧叫做《迄年3月有一天》。以后差不多每一冬的28纪念会，阮拢会受邀请吼，提供相关的节目。这是1999年吼，阮伫遐做伙念郑雅怡的诗，第228的纪念碑。这是2005年，阮小港台文班的朋友去参加228纪念会了后，阮做伙翕个相吼。这是20年前吼，所以你会当看出逐个人迄阵拢真少年咯，包括单位先生吼，OK，这是2017年吼，咱伫遐228纪念会
念单位的台语诗，课堂的3月天。其实我敢若放几张相片，其实是每一档，包括今年嘛是拢有邀请台文班来参与这个这个 program 吼。啊，另外阮无定期有举办演讲吼。因为举办演讲就是讲，去因同乡来听，互因认捌台语文。啊，这是2003年沙界上来的时阵，啊，这是2006年林俊玉长老来介绍信望爱网站。小班子个歹势个发展，就是咱5分钟。OK， 好。啊，这是我爱介绍保语文化台语诗。啊，这是维文教授讲文化定金才有法度维护台湾本土政权。这是李钦华教授、陈雅怡老师。啊，这个沙介绍。啊，这是品质吼。啊，我感觉记品质吼，伊2016年伊移民来到 Toronto。啊，伊是语言学伊硕士吼，啊，阮真欢喜有伊的加入，啊，伊有参与台文通信30档特刊的编辑，啊，阮真欢喜有加入伫阮的内底。啊，另外阮嘛有足侪台语文的教学，这是教青少年吼。啊，这是阮开台语文的演习会。啊，这是头仁岛大学的台语社邀请阮去甲因指导。啊，这阮办轻松学台语的教学。啊，2016年何信涵教授又受邀会派来 Toronto， 啊，这个由阮来甲伊协办吼。啊，这是2018年同款何信涵教授过来一遍。啊，这是因为后来阮就拄着疫情，啊，这是2021年阮办的线顶的演习会。啊，阮有3位老师吼，的单位何信涵甲品质。啊，阮是伫线顶。啊，阮无想到阮的广告一个出去吼，阮有180个人来甲阮报名，互阮家己嘛惊一个。所以阮有感觉讲，即马想要学台语文的人愈来愈侪吼。啊，这是迄个个2023年，就是去年，阮个举办一遍。啊，即遍是阮请陈鸿辉老师甲阮做伙。啊，结果即遍阮有名额会限制，限制40个人。啊，感觉成果应该是袂歹啦吼。OK， 啊，这就是阮 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的故事吼。到今年吼，拄好嘛30年吼。啊，这30年吼，大环境改变真侪啦，真欢喜吼。就是讲有少年人用新的科技、新的技师、新的方法来学习，啊，来传承台湾文化。我今仔日就讲到这，多谢大家。好，感谢，感谢秀班子。秀班子伫迄个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内底有讲一段故事，就是和台文通信的一个因缘。伊讲你的后生甲台文通信其实是同一档出世，啊，家己看后生安尼对，一档大汉，啊，看台文通信嘛是安尼一档诚做一个就有实力的青年。好，我感觉今仔日看秀班子即个导影片，嘛有即种感觉，就是咱手机内底做阿母的手机内底，拢是囡仔的相片，就是这个关键的即个记录，拢伫秀班子的即个导影片内底拢看会到。嘿，好，啊，咱即马就要来详细来了解咱 Toronto 编辑小组这边在编辑台文通信的这个事工这个部分吼。啊，咱要来邀请苏正贤先生。正贤兄是1993年熟悉台语文，1995年台文班创立的迄当阵拄则咱有看到是咧正贤兄引导来举办。啊，正贤兄嘛是台文通信刷去 Toronto 了后头一位总编辑，伫 Toronto 看台文通信编辑事工的这段时间，就是咱讲1999年的9月一直到2011年11月。正贤兄拢伫 Toronto 编辑小组在拍拼，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互正贤兄来甲咱讲 Toronto 编辑小组
这个时间。好，郑贤兄，请。我今日要分享的是陈雷甲多伦多台湾通信编辑小组所做的事工。1999年9月，多伦多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受到台湾通信当时的法定单位创美社纪念基金会委托，甲台湾通信的编辑工会刷来多伦多。台湾通信基本上是一份台语文运动草根性的刊物，伊主要的目标是提升大众对台语文的兴趣，提供母语写作甲学习的园地，促进台语书面语的发展，介绍甲推展台语文学。多伦多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决定要承担台湾通信的编辑任务以后，随时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这是台湾通信创刊以来第一摆用团队来做编辑的工作。编辑小组的咱歹势，咱是敢有要后一张导演片？敢有要刷后一张？还是即马还阁在讲即张？我会讲嘿。哦，好，甲你确认一下，好。歹势，请继续。这是台湾通信创刊以来第一摆用团队来做编辑的工作。编辑的成员有拄开始有陈雷、陈成旭、苏正贤、张秀婉、罗碧莲、廖佩玉、李春辉7个人。后来有人离开，阁有新的加入，就是叶国基甲李彦雅。做过总编辑的人有苏正贤、张秀婉、叶国基。陈雷虽然无挂名总编辑，不过伊是编辑小组的灵魂人物，为着台湾通信付出真侪时间甲心力。阮拄开始的时，拄着上大的困难，就是欠稿的问题。所以每一位编辑爱去找稿，也是拜托人来写稿。但是文章无够，编辑爱家己写稿。有时阮爱甲英文甲中文的文章翻译做汉罗台文，因为台湾通信是使用汉罗合用的写法。阮爱甲全罗马字甲全汉字的台文文章改做汉罗台文。阮嘛爱整理访问稿、活动报道甲演讲会的记录。阮爱用真侪时间做改稿校对的工作，因为需要甲有华语气味、无顺的文句改做原味的台语。这部分歹势，因为歹势，咱即马看到画面是一直拢留伫你的头一张导演片，毋知敢是有开着2个档案？安尼都还下面，甲咱的导演片刷去。好，这是拄则郑贤兄。好，郑贤兄啊，即马麦克阁交互你。哦好。过来吼，过来，好。阮爱用真侪时间去做改稿甲校对的工作，因为阮需要甲有华语气味、无顺的文句改做原味的台语。这部分单位用真侪时间做这项工作，阮阁爱尽量甲用字做改互一致，甲校对。佮爱校对罗马字拼音、音调，甲轻声号，所以每一篇文章拢爱有2、3个人做校对。过来，这是1999年10月的台湾通信第69期
就是伫团路编的第一期下面这张。这是2005年8月27的编辑会议，到手名这位是巴佛罗来的周敦仁先生。过来，台湾通信的内容，台湾通信不是纯文学性的刊物，会使讲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刊物的内容丰富多元，有文学性、评论、讨论性、学术论文、语言探讨、人物专访、报道性、专题、单元种种的文章。台湾通信的文章原文大部分是台文，占差不多75%。原文不是台文的，有英文、中文、日文，拢需要改做汉语台文。一张文学性的文章大约占差不多50%，有诗、小说、散文、戏剧、故事、搭水果、台湾俗语、笑话、囡仔故事、囡仔歌等等。诗的部分大部分是台语诗，有时嘛会看客语诗。文章上侪作家是单雷，每一期至少有看一篇伊的小说。除了小说以外，有时嘛会看伊的诗、散文、评论甲戏剧。单雷为着要配合台湾通信，伊写真侪第一篇小说。其他主要的作家有郑雅怡、李乾华、吴民祥、王正文、吴忠祥、黄耀乾、陈碧秀、黄真球、青文、刘成元、黄文宏、姚志良。第一张学术性的文章，大部分是语文方面的论文，包括张学谦、李乾华、蒋维文、杨文元、沙开多路的论文。过来，第一张评论甲讨论性的文章，讨论的议题真宽，有台湾的政治、外交、语文、白话字甲其他拼音系统。原住民的文化甲语言、母语教育、台湾文学、学龄发展种种的讨论。下一张报道性的文章有海外台湾同乡活动的报道，包括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加拿大台湾同乡会年会、世界台语文化营，伫加拿大举行的台湾通信10周年纪念会，多伦多的28纪念会，伫加拿大的马街纪念活动，抗议中国的示威活动，种种的报道。各有演讲会记录，演讲的主题包括台湾政情、台湾语文、台湾文学、台湾歌诗，加原住民文化。过来，下一张。人物专访是真受欢迎的一个单元，前后有访问过46个人，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经验甲见证。访问的方式有时是面对面，有时是打电话，有时用 email。阮有访问过台湾独立运动的先辈黄昭同、林哲虎、周淑雅、陈永成。陈永成教授就是翻译迄本George Kerr 写的《Formosa Betrayed》，翻做未出卖的台湾迄本册的人。破法总会会长有吴明基教授，台湾作家有吴民祥、李乾华、黄耀乾、周定邦、林宗元。台湾第一位女记者杨千鹤，台语文运动者有陈鸿辉、张福柱、林俊玉、李文正。日本的台语文运动者有沙开多路、塔达克、甲孔多阿亚。孔多阿亚是王玉德教授的查某孙，伊目前伫
日本也真拍拼咧做台语文的工作。台湾长老教会牧师有罗永刚、林宗正、叶武士啊，大学教授有吴宗信、陈孝庭、林水明是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卢永昌是省台文系的系主任，黄文宏是一位物理系教授，不过伊是台湾真少数研究西拉雅语文的人。伊捌伫台湾通信投稿，阮有看过伊的小说甲散文，甲伊整理的情感文2首圣诗，佮有前民进党政府的政务官涂省德、涂正平过来。有228的受难者家属，就是前宜兰病院院长郭宗环医师的查某囝郭胜华，也有张七龙医师的孙仔张文婉，有去过台湾服务的教会人士 Michael Stanton 牧师，甲高俊明牧师的前英文秘书 Wilma Wish。佮有马介牧师的3个查某孙 Anna、Isabel、Margaret、Mackay， 佮有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多伦多分会的会长Prince Jordan， 加拿大学龄研究会的执行长 Tom Adams。阮来去甲访问，就是因为迄阵台湾发生迄个核事电厂停工的问题。佮有天马地方的制片人叶金生、宝岛歌王文系、陈金硕歌手 Freddie。阮佮有做学校内的台语文教学的专题访问，伫台湾做台语文教学的老师，包括张春红、郑雅怡、邵平志、王淑珍、甲张学谦，佮有访问国小客语教老师曾瑞兰，甲台雅族母语教师海带华燕过来。好，正现呀，咱多5分钟。搁过吼。好的。过一张，这是2002年7月27，访问吴宗信教授过来。这是2002年9月14，陈成玉访问Wilma Wish过来。阮有设进一个专题甲单元，有马街日记、该罪人广告、台北的记录，这是北部教会的历史文献。佮有哈佛大学台语笔记，是李金华教授伫哈佛大学教台语时的生活笔记。有翻译文学、翻译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是拉雅批信是郑雅怡写予单位的批，报告伊去是拉雅装车产业调查的经过甲心得，佮有热浪气团专栏心灵的鸡汤。我的第一篇台文是为台语文初学者所设的园地，佮有台语新选组。是中华国小老师的作品，台湾青年是为台湾的社会青年，甲大学生设的单元，趣味台语甲趣味数学，电子批对台语网 email 分组列落来的批，下一张。这是2008年10月初9，团络编第700期的编辑会议，下一张。
伫多伦多编台湾刊物到底有啥物较特别的所在？台湾通信伫多伦多编辑伊内容的重点，原在伫台湾，毋过嘛有包含袂少海外甲国际性的题材，比如有海外台湾人，包括留学生生活的文章，反映海外台湾人的精神生活甲人文思想。报道海外台湾人的活动，记载海外台湾人运动的一部分历史，翻译刊伫英文刊物、报纸甲网络的文章，包括诗、散文、语文讨论、政治评论，翻译介绍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因为加拿大是马偕的故乡，所以有干袂少有关马偕的专题甲文章的一张。2011年12月，台湾通信对213期开始刷登于台湾，由台湾通信台湾总编辑处接手编辑刊会。多伦多编辑小组为69期编到212期，拢总编744期。12天的时间，编辑小组的友谊，大家互相学习、做伙做工，配合了真好。感谢陈瑞老师的指导甲引带。这一张，这是2011年11月的。11月29日最后一摆的编辑会议，陈清旭因为登去台湾，所以无翕到。我的报告到这，多谢。真歹势，好，感谢。歹势，迄个拄则用无势哦。无要紧，无要紧，这科技的物件，有当时啊，真正毋是哦，有当时我感觉是电脑在甲咱教，毋是人在甲电脑做代志。好，啊，就感谢郑贤兄甲咱分享遮在托朗托编辑的遮个时间。咱知影讲，就是台湾通信是现主时也有伫全世界也有伫发行的台湾刊物，时间上久长的。其实一个刊物会当维持遮尔久的生命。托朗托台湾通信编辑小组这边真正有足大的功劳，甲台湾通信有迄个专栏变较多元。我咧想这部分哦，就是会当互大家知影讲哦，咱台语文其实是会当讨论世间万项代志的，则互大家一个启发讲哦，咱嘛会当同齐来安尼来创作，同齐安尼写，嘛提供真侪头一摆写台语文友志，会当伫遮会当有一个像刘光兄讲的，即个田园会当有一个发表的即个空间。吼，啊，毋过嘛是定定会拄着欠稿的即个问题。咱陈瑞生就有一篇小说是叫做《要欠一篇》，对无？好，咱即马就要来甲时间交互咱台文博览会后半档的即个讲座的主角陈瑞生。陈瑞生本名吴景如，伫加拿大开业做医生。1986年起参与台语文的写作，阁有台语文的运动。主要的著作有《永远的故乡》、陈瑞台语文学选集、陈瑞短篇小说5集、陈瑞台湾话戏剧选集、白色的甘蔗园、乡土宝记。今年佫拄出版一本咱人的世界。好，先咧今仔日要来甲咱讲台语文咱先来行台语文这40档的感想，阁有对未来的愿望。即马咱就甲时间交互陈瑞生。好，多谢玉琴甲感谢今仔主办甲协办的侪的单位咱已经前3位已经讲真侪关于台湾通讯的编辑甲伊90年代的经过所以我要讲的主要来介绍讲我个人对台湾通讯伫90年代对台语文运动、台湾文学甚至民主运动的即个活动
甲影响吼。我要讲的主要是这几项吼。好，大先咱来看第一张吼，投影啊 ，OK 呀，这是我咧做 PowerPoint 时起头，这张就是郑良光先生伫30档纪念特刊讲到这个台湾通讯1999年以前的经过吼。第二张。苏建恒先生讲，1999年以后过来到2012年的经过内面，拢真详细，伫迄本特刊内面有讲到吼。搁过来，这已经苏建恒先生甲秀文已经有讲过吼，这个编辑小组的经过吼。其实这个编辑小组就是伫接手1999年接手以前啊，伊都有差不多4、5档的这个无意中的准备的工作啦，吼。因为有这事先的工作，所以会当有迄个气力通接这个代志吼。拄则苏建恒先生有讲这是第一摆编辑小组吼，台湾刊物其实小可唔对啦吼。我是认为讲台湾通讯第一个编辑小组吼。是伫1991年吼，梁公遐因兜迄个编辑小组，郑良光先生、Christine 甲因囡仔用吼斗顶即个纸吼，咧发啊，迄是第一个编辑组啦吼。OK， 搁过来迄张，这是一幅相片啦吼。咱伫2014年款吼，即个。多伦多台湾语文中心吼，有做4集的吼，台湾通讯北美台湾运动写真回看吼，4集，迄内面收集足侪迄个年代的相片吼。好，搁过来，这内面的一组啦吼。好，搁过来。内面有几张相片，前的讲者无摕到，我感觉有记搭上来介绍。这张就是这个1997年李庆华伫夏威夷咧读博士论文的中间兼台湾通讯这个编辑，所以足无用，足无简单的吼。倒边迄个位就是烟头啊上，就是李庆华。迄个水姑娘伫伊身边，就是伊的牵手。这边2位安尼真满意、真欢喜的老大人，郑良伟先生吼，秘书伊的家长，佮秘书的大法官吼。郑良伟教授的贡献吼，咱拄则拢有讲过，实在是吼，讲袂了啦吼。正边是郑良伟教授的牵手。好，搁过来。这个我做一个样本啦吼，2008年7月，台湾通讯这个编辑小组所讨论的问题，互大家看迄个滋味啦吼。第一就是迄阵咧编168期吼，所以有168期的讨论，160各过迄期2期的文章的讨论。第3是咧讨论即个迄阵拄好遇到即个台劳甲教劳的问题吼，有接到台湾即个总编辑吼，台湾即个总办事处来批要讨论是要采用教劳啊，毋是还是安怎？迄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较特别的问题。第4就财务报告，吼。第5是，阮迄阵伫2008年有想到讲，过来无几当可能爱台湾通讯的编辑爱刷去台湾，吼。咱台湾运动主要的战场，吼。所以开始有小可咧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要邀请台湾的少年人来做
助理编辑，做托朗多编辑组的助理编辑，迄个中间，互伊有机会来接触到讲即个咱即个台湾通讯编辑的工作，互伊有熟悉，所以迄是一个讨论的题目之一啦，佫过来，其中佫有一个项，就是要一本册有要出版，叫做《Even About the Weather》，迄是马介医师的查某孙写因老爸伊细汉时讲的一寡故事，特别出版台湾通讯在讨论讲要安怎来斗骹手安尼所以这是互大家看一个即个大概编辑的工课即个会议的议程就对了好，过来迄张，就是2007年的即个收支报告内面一个要点就是讲，迄年捐款的收入1200块左右，拄好加即个支出支出主要是印刷啦，排版总之1200块，拄好差不多啦所以财务上是袂歹啦好，过来这是咱伫即个编辑组的电脑顶悬的即个工作表编辑组迄阵拄多5位还是6位所以每一人一个月爱负责一期一档拢摆好为所以一个人一档差不多爱负责2期啦伊若调迄期，伊就爱编辑即个总务的工课调协啦3回整理稿收集安尼 make sure 即个拢有顺序安尼绿色的啥物货，一人拢有一个色安尼大概是安尼啦过来这拄则正现领有出来，就是最后一摆会议最后一摆会议的即个我个人的感觉，直接来讲一个感谢的话，就是讲真加载有这个机会，我想我的话甲感受会当代表这个编辑组的人，大家拢有同意啦真感谢有这个机会，这个因缘会当接受这个工课因为这个中间阮毋尔学着讲要安怎做伙来做工课，而且这个中间阮渐渐知影讲，这个台湾运动会真详细理念甲理论种种学着真侪代志，所以我本人是绝对无好后悔。毋领无后悔，佫非常感谢。我感觉我过去10几档伫即个编辑组内面我即个时间付出了非常有价值所以鼓舞恁遮的少年人若有即个机会，像我抓在你的手内，毋通叫失去过来。这个我小可前讲者已经小可讲了，但是我过来讲我个人的意见。这个90年代台湾通讯有较啥物特别的说？第一当然是伊是长期佮定期，这是真难得的。第二，因为伊有联谊会，读者的联谊会，所以伊除了伊纸版的杂志以外，伊佮一个各地拢有。小小的社团会当做伊的通路就对第三，伊当然是一个即个迄阵台湾运动的一个平台即个平台呢，照咱第一期讲的拄则梁公兄有介绍，即个平台是点火、造桥甲参园甲舞台的功能其实。这个梁公兄讲了有较谦虚啦其实这个平台毋是完全被动的平台咱这平台，咱这么 social media 像 Facebook 上，迄是差不多拢真被动，都有人
放物件起嚟，啊，你就怎啊甲转互大家看安尼。其实台湾通讯吼，命是安尼，伊是一个被动以外，佫有一个主动的功能。安怎主动？就是伊经过长期的即个编辑的工作吼，会当影响台文书写的方法，啊，佫经过伊的即个内容吼，多元的内容吼，伊会加减影响台文甲台文读者的即个通路吼，改成咧带路安尼。所以，伊是被动，佫是非常主动的一个平台，这是我感觉伊有价值的所在。吼，好，佫过来，这个台湾通讯伫90年代是安怎会当发展？一半是咱的拍拼，啊，一半是时机，互咱的机会啦。吼，第一就是迄个时阵，1987年台严以后。台湾有发生两个运动，真要紧的运动。第一就是民主运动，这个占迄个时阵95%以上的台湾人社会的力量。哦，拄好有这个力量，剩的5%，大概5%还是少数就对啦，就是台湾文化，特别是语言的运动。这个台湾通讯所保留的语言的运动，迄个时阵拄趁到这个真有力的民主运动诶，得到伊的推萨甲支援，会当顺利来发展。吼，这是90年代的情势。吼，第二就是台湾通讯经过伊多元的内容，吼，互这个。变做每一个单元的内容，拢变做伊甲读者社会中间的一个通路，所以伊是多通路的杂志。哦，假使讲90年代台湾通讯迄阵甲定做台文诗刊的时阵，咱就有干那一条通路。加在这毋是毋是安尼吼，所以这个是真重要的因素。佮过来。这个编辑组的拍拼，这咱毋免佮加分加贵啦吼。我相信一半是互相就对啦吼。佮过来就是迄阵拄好有电脑的科技出现吼，梁伟兄所设计 TW301 甲种吼，安尼迄个有即个工具即个真要紧的。变化，所以变做安尼才斗起来，变做台湾通讯的主用分就对了吼。好，搁过来，这个台湾通讯对近代台湾书写的影响，这是台湾通讯我相信30年来一个上重要的贡献之一。吼，因为为伊出刊到差不多2010年迄个中间吼，已经真明显，咱台文书写主流书写方变做汉语。吼，这我相信台湾通讯会影响足大。吼，咱小可来看这个汉语安怎演变来？吼，伫185年，咱台湾有开始白话字应用以来，吼，就有这个汉字甲罗马字这个选择，吼。1960年到70年代，王玉德教授伊就推萨汉语合用，因为迄阵台语的生态就是这款型，吼。到70年代、80年代。第两位教授，嘛是赞成汉语，毋领干那伫学术上提出足侪理由，而且伊伫实际上，做真侪工课，我遮就毋免讲啦，
迄个梁光兄拄则然后姐姐介绍着吼，所以第两位教授对汉罗合用这个方面是一个实际上拍基础的人吼。伫1990年到2020年吼，经过台湾通讯甲其他的杂志吼，真正互这个汉罗合用这个写法，真正定根吼，变做上主要的书写方法。好，佮过来迄张，这个台湾通讯90年代的汉罗的写法吼，真单纯。我即摆讲嘛是讲，会使讲真纯粹吼，英文叫做 pure 纯洁吼，无污染。因为伊足简单，你简单常用的汉字，咱台语一看就发音会出来，咱用遐个字。若较困难读的无迄个真常用的汉字，咱就用罗马字吼，安尼。所以这是上简单、上基础的汉罗。迄个90年代就是这款的汉罗，吼。搁过来，时间过了，这个汉罗台湾通讯这个纯洁的汉罗的写法，渐渐遇到阻力，吼，真想袂到的阻力，就是咱来比较30年后，咱即摆汉罗的变化，就是安怎呢？因为这个台湾运动渐渐受到人注意了后，这个外来政权就开始要牵制，吼，想空想放，拖后骹，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变做加足复杂，加足困难，吼，安怎？比如讲汉字伊就吼，甲你教足乱定，甲你讲迄个吼。教育部定的汉字定甲一寡古古怪怪青疏写会出来、读袂出来汉字吼。罗马字方面，伊嘛是甲你舞过来做，用民主的方法，讲咱大家来投票吼。一人用一款吼，用的好的你就会生，用袂好的我。另外一方面用资源分配的方法来影响这个书写的方法。较客观的情形的变化，这30年就是这个少年辈的人口渐渐失去台语讲读甲写的能力，吼，所以这个伊的影响就是变做讲汉罗写法愈来愈困难，因为汉字的部分愈侪人袂晓用台语来读。所以咱会使讲，将来汉罗的写法会渐渐愈较困难，汉字的比例应当嘛是应该会渐渐减少去。好，搁过来迄张。所以30年后的变化，这个台湾书写的通路方面的变化，第一，咱90年代时阵，咱通路真简单真少，就是纸本的台湾通讯，甲联谊会，吼，这个真简单的通路。近代咧，即摆咱目前的通路有加几啊条，吼，第一，现代科技的通路，这加足好，吼，特别是 AI 啦，遮吼。恁这少年人，会开力拢伫遮，阮老岁这部分拢可能拢out度现代还佫一个通路就是艺术通路，戏剧、电影、podcast 广播剧这加真看看，佫一个通路就是这个商业通路，咱台湾即摆的社会开始有引进这个台语的商业通路，这伫90年代以前是无的。另外2条通路，政治的通路甲人口的通路，到达为止可能是无足顺啦。人口通路是愈来愈歹，政治通路也真困难。
好，佮过来。好，现在咱差不多过5分钟。好 ，OK， 这个所以台文书写的思考吼，我都毋免讲啊，吼。啊，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讲，咱愈来爱白话字，爱靠白话字，啊，甲汉字为这个台文书写的方面，甲渐渐甲排除掉，安尼咱台文书写的通路才会愈来愈快。好，过来。过来讲，这个台湾通讯对台湾文学的发展的影响吼。拄则地龙讲先生有介绍讲地龙位吼，教授吼，伫足早的讲到讲，这个台湾语文发展的要点，其中第6点就是台语文学。吼，伊迄阵都有讲到。台语文学对台语文运动是要点的一个项目，吼。好，佮过来。所以我即摆简单讲啦，吼。这个台湾文学是1945年开始嘛，吼。咱拢知影啊，迄阵是殖民地文学啦，吼。内容啊文字拢是殖民地文学。啊，过来。这个70年代、80年代开始有所讲的乡土文学，吼，用华文写写台湾人的代志，吼，就互这个殖民地文学的人攻击甲足厉害，讲恁台湾人无啥物代志会当写文学的啦，吼，佮过来，伫这个80年代以后呢，开始，佮过来迄张，吼，有一个。叫做过渡时期，就是讲，迄阵吼，单位有写一篇小说叫做《百家村》，啊，内面当然是写台湾的故事，但是伊是华文写的，但是伊的对话是台语，吼，所以这是算做做迄个小可咧转换的抗战啦，吼，啊，过来1990年代到咱即摆就变做台语文学的发展的阶段，吼，佮过来。好，这个台湾通讯对台湾文化贡献，我就毋免讲。拄则这个郑先生有讲过，吼，跳过。吼，这个吼，我来讲台语文化发展了后，对台湾文学这个整个的版面吼，啥物款的影响？第一，台语文化发展了后，吼，台湾文学。以前所讲的这个殖民文学吼，渐渐改变，伊变做乡土文学。因以前反对的乡土文学，就是讲伊讲的物件是开始拢是台湾的物件，但是中国大陆遐个代志，因真少咧讲，因变做这个阶段的乡土文学，因变做主流文学就对，乡土文学变做主流文学，咱台语文学变做因反对的对象，台语文学来挑战因以前所反对的乡土文学，变做安尼就对了，OK， 好，搁过来，是伫1986年，台湾通讯第10期有一篇文章叫做《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迄篇文章内面就是讲。咱台湾文学若要发展落去，就爱台语文学，30档后会变做安怎？好，搁过来迄边。2024年，这个台湾文学发展的，搁过来迄个阶段应当是安怎？照我看起来，应当爱甲这个汉罗的台语文学，佮进一步超越这个汉字的限制佮束缚，变做充分的罗马字的台湾文学。你若要甲讲做是民族文学也会使，好，搁过来。
所以台湾通信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安怎？也是讲台湾文学对台湾通信的影响安怎？那是第两位的看法，吼，是台湾文学对台湾通信的台湾运动的影响安怎？伫这个30当前，台湾通信发展的时阵，吼，伊是主要为着推销台湾语文，啊，伫伊成长的中间，吼，无意中伊捡到一个用理还是用囝，就是台语文学。伊无意中培养台语文学当大人，定根当大人，吼，这是过来。所以照第两位先生讲的无毋对，台语文运动甲台语文学是手牵手，吼，啊，这甲其他的母语世界其他的母语民族文学的发展小可有无相像，吼。啊，我今仔日毋免讲，咱鼓舞大家吼，以后的几啊集的中间可能有机会通看到，吼。好，过来迄张。啊，这个结论甲期待，我可能唔免讲啊 ，except 第5点，吼，大家看第5点就90年代，吼，台语文运动受到民主迄个时代民主运动的足有力的推杀，吼，伊是受到民主运动的指引，会当得到台语文运动的动力，吼！假使迄阵无台语文运动，咱无民主运动，咱台语文运动要发展会加真困难，吼！啊，即摆30当后，咱台湾民主运动会使讲已经吼成熟啊，已经咱初的目的已经达成达到啊，毋过吼。30当以来，咱95%的注意力放伫民主运动，吼，真少的注意力放伫文化运动。所以，咱即卖台湾有民主，啊无主体文化，吼，两支骹，一支民主，啊一支主体文化，欠一支。所以，致使咱台湾即卖民主非常无稳定，徛袂在，吼啊化变，咱即个民主就真容易去变过，吼。咱看即摆立法院的代志，就是看会出来。所以即摆30当后，咱需要用台湾文化的动力来帮上台湾民主，可以有骨阁有肉，吼。来回报30当前台湾民主运动指引台语文运动迄个正向，吼，这就是互相指引来指引去，吼。这是我是希望咱台湾文化运动，包含台语文运动，吼，会愈来愈勇，啊，互台湾民主运动愈勇，吼。好，过来迄张。陈胜福先生1999年2012年台湾通信的编辑，好，倒边迄个台湾笔盒正边，咱的玉兰花，多谢大家。就感谢陈瑞生甲咱分享遮台湾通信的过去啊，陈瑞生为台湾通信拍拼的遮的过去啊，阁有咱对未来的愿望，我家己嘛是感觉讲，就是咱要脱失明，真正脱限是一个足要紧一定爱做的代志啊。咱即马拄则梁光兄其实嘛有讲到，咱无法度团结，其实就是对即个历史的台湾
台语文的历史的即个部分，其实无真了解，才会生出足侪无共款的意见，毋过煞无法度真正对推广台语文，也是讲真正咱会当脱离失明的即个独立建国的即个过程有任何的帮助，咱真正需要继续思考即件代志。其实我嘛真希望，拄则我讲到，就是陈瑞生有一篇小说叫做《要欠一篇》，其实我家己定定讲，这篇小说内底足趣味，就是毋若是讲到Toronto 编辑小组的即个历史，迄阵的迄个状况，嘛讲到一个梦境。即个梦境内底有一段话，就是我会使念一个，就是讲讲即个内底有一个作家，应该就是先的即个角色，转去台湾，伫迄梦内底转去台湾，人甲伊讲，吴志尚，你的名哪会拢无用台湾字，吼，干那汉字，伊就讲，咱迄个人就讲，咱即马护照拢是拢无用汉字啦，拢是用咱的罗马字。好，希望讲即天咱行往台湾国的即天会当真紧来实现。嘿，好拄则先咧有讲咱应该讲咱今仔日的主题拢有讲到台文通信，即个足要紧的刊物。好，刷落来的时间就是要来问问题，要来交流。伫这进前，我过来分享我的画面，互大家看。咱要看台文通信，要去倒位看？好，台文通信遮有一个网站推荐互大家，这是夏米，我夏米先生做的，就感谢夏米，甲咱遮要紧的即个就是台文通信的 PDF 专文拢有伫遮，像咱拄则梁光兄有讲到第2期的第3页有一篇第梁伟先生所写的，其实伫咧即个网站拢看会到。好，就是大家会当来即个台文通信专门的 PDF 来看卖。除了这若是今仔日听无够开的，推荐一本册互大家知，就是台文通信伫2021年30冬纪念的时阵有出即本纪念特刊。我家己其实进前嘛拢是干那读文学作品，一直到看即本纪念特刊。才知影台语文，才真正了解台语文的运动史。嘛看到就是咱先进进前的这个卡才实在是足感动吧，感觉家己做了无够济，爱继续拍拼。好，除了这嘛是学到真济台语文，咱要论述的这个法度，这个理路，好，所以真推荐大家会当到阿姐的这个网站来，大家拢传一本，这本是足经典的，一定爱。传一本来读，吼，搁传一本来收藏，吼，好，咱等下刷落来要进行的就是问问题的这个部分，欢迎大家会当伫咱 YouTube 这边会当留话来问问题，我会替大家来请教咱4位演讲者，好，咱在上问题之前，我先搁来带大家看咱台文博览会刷落来活动，咱台文博览会就是。嘛是一直拢足坚持，希望讲会当推广台语正常化的即个信念。所以就是咱伫遮有一个 QR code， 大家若是用手机翕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咱去台文博览会。台文博览会係即個 Linktree 內底就有咱的講座的報名、開講會的報名、課程的報名，嘿，還有讀冊會。嘛有咱的社交媒體的口座，佮有咱專案的計劃。咱其實咱協會的名，就是打高台語文促進協會。咱佇社交媒體，那大家要找，就是用台文博覽會這個名去找。嘛真歡迎大家來捐款來甲咱支持。好，這是台文博覽會的 Linktree。好。其實先前拄則攏有講到，就是其實咱就是愛台語文正常化，愛加講，嘛愛加寫，所以咱逐個月攏有舉辦台語開講會。好，正手邊這個 QR code 是要來報名分享，倒手邊是報名參加。過來咱逐個月嘛攏有讀冊會，好，倒手邊這個是台灣文學讀冊會，目前在讀陳明仁人生的作品。
郑秀平找台语读册会是白话字，咱即马咧读白话字的文献。好，过来就是咱嘛有真侪无共主题的讲座，咱今仔日的即场就是较文学，还有运动较有关系的讲座。除了这，咱嘛有教大家使用即马现代科技，就是拍台语加找台语，好这拢是咱要读写台语文真要紧的使用的技师。好若是有想要报名讲座的即个部分，就是会当翕下骹即两个QR code。好像咱先前有讲到台文班对无？咱即马嘛是爱鼓舞大家一定爱会晓读会晓写对无？所摆就是咱嘛有开逐期拢有开做者课台语文的课程。好咱后一期进阶班台语文台语罗马字读写的进阶班，按算伫10月时阵会开课刷落来嘛除了即个8字进阶班，嘛有为着认证考试教大家就是认证考试的即个方向的加强班。即两个课程拢是按算伫10月的时阵开课，请大家则去咱台文博览会的卖种页看相关的资讯。好，落尾即张就是咱后半冬逐个月和单位先生有关系的讲座。好，今仔日的即场是甲运动德的即个部分，刷落来逐个月有文学的对谈，阁有读者交流会，嘛欢迎大家同齐来参加。好，以上就是咱台文博览会的活动。好，我即马看，好，咱进前伫报名的时阵，就有收集一寡问题。好，我嘛是先经甲咱今仔日的主题较有关系，来请教4位演讲者。好，咱有一位友志讲，伫国外，倒位的台湾话较把甜咧？嘿，倒位的台湾话较把甜咧？即个问题，咱是毋是请梁光兄？梁光兄敢有方便？我替咱回答即个问题。好，伫海外，我感觉有可能几个管道啦，比如讲，离较大城市，咱拢有迄个台湾中心嘛，可能会当去遐听演讲和互动另外一个足重要会当去的所在是去迄个台语教会特别是迄个长老教会你若是较少年去你爱因嘛有活头做的人足济所以因可能会先用为着要表示讲安尼甲你接纳，因可能会先用中国话和你讲，但你着爱甲伊讲，请用台湾的和我讲，安尼你毋能干那帮助你家己，你嘛会去帮助台语教会啦。这是我的回答多谢。对，嘿，我想这个状况就是大位拢是共款，就是大家真正即马较袂关系，尤其是其实即马的同乡会足侪所在嘛拢是敢若讲中国话，嘿，好，我希望讲即个状况未来会当改善，咱继续拍拼。好过来有一个问题，咱线顶有一个问题，伊问讲伫迄个年代咱无社群，还是讲无网络？伫海外要安怎熟悉其他对台语嘛有兴趣的友志？好这个问题，咱敢是劳烦正贤兄敢有方便？是我想伫海外最主要一批所在是教会啦，所以真侪教会拢有开迄个台语班，就是讲学罗马字，但是我之前我捌去遐学过不过是拢福音较济啦，就是讲罗马字福音。阮团伙者是因为联合教会也有邀请5位师单位来开课，所以迄阵开始才开始学写读台文的文章，搁学写，
所以迄阵毕业了，有人就随时投稿台湾通信，去互刊出来，尾后才个变做台湾班，哦。我想，教会应该是上好的所在，迄个学台语的所在，嘿。好，多谢。感谢正贤兄，对，就是伫咧迄个年代，教会啊，佫有可能同乡会较有机会熟悉，咱的同乡啊，嘛较会当找着共款甲台语有趣味的遐友谊，嘿，好啊，咱线顶有一个问题，讲即马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未来的计划是安怎？咱即个问题是毋是请秀婉姊来替咱回答？未来Toronto 嘿，其实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已经30年啦。啊，其实阮即马年岁拢较济较大。嘿，啊，我感觉讲吼，尤其即马接触到新的一辈吼，我感觉因对科技、对家私的应用吼，嘛拢比阮拢加真高啦吼。啊，所以阮其实阮尽量看敢会当，就是讲伫阮逐当办的迄个教学的中间，阮看敢会当传承啦。这对阮来讲嘛是真大的挑战啦，嘿。因为吼，即马过去逐个会当自习，但是即马足侪拢是伫线顶，所以有时阵对我来讲，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课题。我嘛是爱去找答案。好，咱就是希望讲，我会使补充一点，是，迄个煞接秀婉姐讲的吼，我想。这个传承的问题哈，这Toronto台湾语文中心吼，我想至少也有一个功能，就是来保存保存这个30年以来咱伫海外收集到的这个台语文运动的资料啦，这是至少咱也需要做的。因为伫台湾无法度人做，所以敢若咱有遮个资料，这是一项吼。多谢。嘿，就是其实即马咱有一位友姊有问一个问题，甲咱即个问题真有关系，就是讲未来咱要做即个资料的保存，也是讲继续语文中心继续要催塞台语文即个部分。啊，毋过就是像梁光兄有讲到，其实感觉讲咱即马无法度团结。啊，这个现况要安怎改变？咱会当安怎做，互大家会当继续搁较团结的，会当继续行这条路。嘿，咱是毋是请梁光兄也是陈伟先来甲咱回答这个问题，也是正贤兄甲秀婉姊有啥物想法？我想吼，咱要团结吼，拢是希望讲别人来挖咱的啦。是。我想是大家这到尾嘛牵涉到讲每一人个人的素养啦，若是讲对你个基督教的信仰，伊就是个人无算啥物款，就是上帝做主啦，咱若无信仰的人，咱来想讲咱台湾文化、台语文化，咱有一个历史的传承啦，咱就是爱去了解咱的历史的传统，用这个来做咱的传统来做咱团结的这个核心啦。若毋是讲你大人拢要强调家己外交的时阵到尾永远无法度人团结。我真赞成梁光兄安尼讲吼，我来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拄则讲到这个乡土文学发展的时阵尾开始当做这个乡土文学变做主流的
台湾文学，吼啊，咱开始咱台语文学安尼渐渐出现，吼啊，这个现象内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比如讲啊，这个乡土文学迄个时阵，有一个真出色的作者叫做姓黄，吼，春明的款啦，吼，啊，伊是迄阵乡土文化一个真代表性的作家，吼，啊，伊台语溜溜写，吼，足好讲，吼，啊，伊的华文的乡土文学嘛写了真好啦，吼，所以伊有台语文的底子，台语的底子，啊，佮有文学的底子，吼，啊，佮是乡土文学迄阵的一个真重要的，有写真重要的作品出来啊。为什么？我的问题就是讲，为什么这款背景的人啊，未转来讲变做未转型变做台语文学的作家？啊，这个就是牵涉到讲咱台湾运动，还是讲台语文学哦，团结啊，三会结做一球的力量，还是讲分散去，吼，拄则梁公兄讲的是讲，咱这个理念哦，传统这点以外，这点我足赞成哦。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的人看这个语言文化这个物件吼，变做讲是伊的职业的一部分，迄种观念，毋是理念的部分，变做伊的职业，就是讲我写小说、写乡土文学，那真成功哦，变做我真好的头路，安尼时阵哦，伊甘愿放弃伊的这个进一步，想讲嘿是安怎来应当艺术上讲起来，我台语写剧，我若用台语来写，敢是会应当会加真好，吼，这个变做对伊讲起来无重要，变做讲伊这个头路较重要，吼，所以这可能是这个咱台语界无真困难团结一个因素啦，哦，就是讲大家甲文化看做头路，哦，伊所用的文化，伊所写的物件，变做伊的职业的一部分，毋是伊的理念的一部分，啊，安尼讲了毋知有清楚无？有安尼，咱真会当理解，这个问题伫倒位。毋过，这个状况要安怎改变？可能大环境啊，也是讲，我感觉就是咱会当甲文化的这个，咱拢知影讲文化较要紧的，这优质其实就是咱来健身拍拼，毋通走歪带去。我会当来个补充一下啊，我想吼，毋是干那讲咱即个台语文的即个情形啦吼，咱讲新教啦吼，咱讲即个基督教，你讲哦靠，遮济教派啊，足济即个安尼即个安好，足济教会吼，嘛是共款的情形。你偏偏基督教内面啊无共教派，啊因对圣经的认捌啊对迄嘛拢无共啦吼。啊，所以基督教伊是较强调讲合一啦，伊无讲团结啦，吼。啊，合一就是讲你每一个人，因为咱人类吼，咱有共同性啦，吼。上帝创造咱有共同性，咱拢是偏偏上帝创造嘛，吼。啊，但是伊佫有一个人性的内面，佫有一个特有的性啦，吼。所以咱嘛毋通讲迄个为着要团结，你放弃家己的迄个特性，吼。所以如果你免那去，毋过。咱的信仰，咱若有信仰的时阵，咱就是讲掠迄个造物主吼，做主体吼，啊，咱
来合一吼。啊，所以到尾啊，就是到尾家己爱各人吼，各团体啊，爱有不失去自我的反省，哦，知影讲家己的欠缺，啊，你若知影家己的欠缺了后，你才有法度通进步嘛，哦，所以我是用安尼来说明讲，即个团结的困难。感谢梁光兄，好是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即马咱阁有一个问题，甲咱今仔日的主题较有关系，我阁来问即个问题。好，啊，即个问题是讲，就是台语文运动即条路行到呾，感觉上困难的所在伫倒位？是讲对未来后尾有啥物款的愿望？后辈有啥物款的愿望？对后辈有啥物款的愿望？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会使请四位拢来甲大家勉励一下，对哈？应该会当算是好，咱今仔日就会当用这个问题来甲大家鼓励，嘿啊，来做一个刷尾安尼。好啊，咱就先请梁光兄。好，感觉讲就是有啥物困难的所在啊？对未来有啥物款的愿望？后辈有啥物款的话？你对后辈有啥物款？嘿，我想基本上就是要哪讲，因为你过来咱后一辈的生活嘛爱自主嘛，吼，大家人拢爱自主啦，吼。啊，你讲你顶一辈人，你一直要甲要求伊颠倒无爱安尼照安尼行，吼。啊，所以讲，若是讲有啥物款愿望，吼，我是愿望讲，即个文化的变迁，吼，的速度放伤紧啦。因为你文化无可能无改变，啊，因为伊社会即个各种的条件咧改变，哦，啊，所以慢慢演变，啊，嘛，迄是自然的啦。啊，毋过甲演变了伤紧，像讲咱即马台语文化真紧，你到尾啊，你阿公含孙就讲袂通啊。你若要讲会通的，就是干那食饱未啦，啥物物件？你要讲一寡较深的即个人生的理，你要哪传承？啊，所以讲我是讲希望讲，不管咱即马咧做的啥物物件，咱的期待就是讲，会当讲互咱的后一辈吼，因也可会当了解着讲，啊，我的爸爸是咧创啥，我阿公是咧创啥，啊，因是咱要安尼做，吼，啊，到尾因要安尼去决定。迄就是因的代志啊！我是会感觉安尼。好，感谢梁光兄。安尼，咱请小丸子来甲咱后辈勉励一下。OK， 我感觉吼，阮30年前还是20几年前，阮咧创迄个台湾通信的时阵吼，迄阵阮感觉加足孤单，就是讲阮咧创啊，有时阵你摕物件。摕台湾通讯互看，无拄每一个人伊拢愿意去探去看。啊，我感觉讲过即马即几冬，我感觉讲迄个大环境变真济，吼，就是讲台湾的大环境变真济，啊开始愿意接受台语文的少年人嘛，加真济，所以我感觉吼，这是一种愿望啦。啊，所以我感觉讲，咱爱对家己有信心啦吼。我讲一个小的，就是讲我头拄讲有叫青少年去学台语文，啊，我嘛带阮囝去学，啊，因为伊读中文读啊足辛苦，啊，伊去学台语文的时阵，差不多一两节，伊就知影这是啥物货，啊，伊就甲我讲妈妈，这种 language just make sense 啦。伊讲好的 language 就是你看到，你会当读出来。爱讲中文无即个物件，中文你一定爱读过，你才会晓念。啊，所以我感觉讲，咱爱对咱家己的语文有信心。啊，我即马看到遮侪少年人拢参与伫即内底，其实我感觉应该是真有愿望，这是我的感想。好，感谢小丸子。好，再来是不是请正贤兄嘛，甲咱勉励一下。伫海外吼，即个青少年要学台文的机会较少啦。不过，若算讲会晓写吼，比如讲有一个例啦吼，有一个朋友，伊的后生吼，迄阵要细汉的时阵，伊若出去啊，因老爸老母
无倒来无伫诶时阵，伊用台迄个罗马字吼，甲写下来放伫门口。啊，因后生倒来佫看有啦吼，迄表示讲伊会晓讲台语，啊，佫会晓读迄个字，因为罗马字真好，真紧学，佫会晓真要学真紧，佫会晓用啊吼。这是一个咧，所以以后若总有迄个机会吼，上伫托兰多遮啊，较早捌办过青少年甲囡仔迄款罗马字训练班。所以，迄个也总讲会当继续的时阵是袂歹安尼，就是。对，咱会继续甲咱的语言、咱的语文传承落去。嘿，好，咱即马请先呢来甲咱讲几句话。多谢。这个我来讲两个正面啊，甲两个负面的这个。关于台语文这个情景吼，这个负面的先讲啦吼。负面就是讲，第一，咱是甲时间咧拼吼，因为咱台湾语言已经是第3级半吼，特别第4级吼，咱甲时间咧拼，搁一代若无拼一个。字数出来，搁一代的可能的吼，无法度啊！吼，咱甲时间咧拼，这是负面的啦吼。啊，另外一个负面就是讲，咱即摆吼，伫这个政府体制内吼，咱也无受到应当得到的帮助啦。这是负面的力量，这真要紧，但是。这就是咱台湾政治的现实的一部分啊，正面呢，就是有两项。第一，这个现代资讯的科技，我相信这会当帮助弱势语言来存在的一个足重要的工具啊。第二，就是咱台湾的少年人开始对台语这个物件，迄个意识渐渐。有增加起来，有强起来，这甲30年前比起来差足济，这是互我啦，至少85岁老人看起来，这是两个正面的，两个负面的物件，多谢。好，感谢陈律师，咱有影是爱继续拍拼，嘿。今仔日就是足感谢会当有咱4位大人物来甲咱讲海外台语文的即个运动的起果，佫刷落来甲咱对咱的未来有一寡要甲咱带路，有一寡望，咱会继续拍拼，继续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煞尾嘛是共款用咱台湾通信头一期李丰明先生所写，伊讲今仔日。你我虽然无开枪挑战社会，咱用笔向海外的同乡甲岛内的社会挑战。咱要叫醒轻视武语的人，希望讲咱继续来拍拼，继续行台语文这条路，咱来去做咱的台湾国。好今仔日演讲就到这，就感谢林良根先生、陈瑞先生。小班子甲郑贤兄，咱是毋是开麦克甲大家休息一下？感谢。好，感谢。多谢大家，今仔日平安，主持甲真好。